接落嚟有請第三組。大家好，这次旅行是一场穿梭文化与科技的成长修行。旅行中的乌镇与上海科技馆科技盛宴，让我惊叹于时代发展的飞速，也深刻明白创新是进步的核心动力。不仅让我开阔眼界，更学会在体验中感悟。衷心感谢交流团带队老师与活动主办方全程细心规划陪伴，让行程充实而有序。这段旅程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，带着所学所悟不断前行。本次旅程让我们收获满满，一路上我们不仅欣赏风景，然后增长见识，更在朝夕相处中结识了新的好友。从初次见面的腼腆问候到旅途中的互相照应、分享趣事，再到一同探索、彼此鼓励，原本陌生的我们也渐渐熟悉，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也让这段旅程多了许多温暖与欢乐。在这场拔航之旅，让我明白了人类科技发展的进步神速，也明白了古代到现今的货币变化，还明白了制作茶叶的一些工序。我觉得这次旅行的难点就在于，以后就好像我选择的这张图片，它的外骨骼一样，可能要是以后有 AI 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话，到底以后是人类可以控制 AI 还是被 AI 控制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題。大家好啦，我係第三組嘅組長黃Sir啦，係啦。咁今次係我第一次去杭州同上海嘅，咁啊意義都個 meaning 都比較大嘅。係咁第一啦，就可以見到真係唔再喺書裏邊中文書裏邊見到西湖啊，聽到啲古人眼中嘅西湖係點啊，自己可以親眼睇到西湖係點㗎啦。尤其係真係特別雨天，係真係特別有另一番風味嘅。係啊，咁另外就係可以喺小學之後再次睇到清明上河圖，因為上一次小學見到清明上河圖只係一個喺亞博見到個平面嘅都係 movement 嘅清明上河圖，但係今次喺上海見到啲立體嘅，係咁啊，意義就另一種感覺啦。咁同埋可以見到10年世博會嘅現場係都喺個建築物都見到好震撼嘅，係啊。咁另外咧都可以喺科技館啊嗰啲地方啊藝術館都見到祖國嘅強大啦。係啦，咁喺物質同非物質嘅強大都好嘅。咁就例如喺烏龍茶採茶葉嘅時候，其實喺香港就真係絕對冇乜啲咁嘅機會㗎啦。咁所以其實對於同學仔啊，對我咧都比較有意義嘅。係，咁我哋分享到呢度。唔該曬第三組嘅分享。